細個嗰陣，我哋學過，生命起源於地球，因為地球係宇宙當中唯一可以孕育生命嘅星球。過去嘅信念隨住時間嘅流轉而改變。近幾十年，人類派出多個探測器同機械人，探測太陽系遙遠角落，以前所未有嘅方式觀測宇宙。儘管有咁多嘅進步，但依然有一個重大謎團未解開。我哋係住喺一個充滿生命嘅宇宙，定係孤獨存在喺無盡嘅太空？而家新嘅發現為呢啲問題帶嚟曙光，可能好快就會揾到答案。